夫人有喜了。君，夫人。孙不乐意参加就不参加呀。其实跟那些文人在一块儿有什么实际意义啊？都是闹闹哄哄、张牙舞爪的。身不由己，高处不胜寒。行了，别装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下人买了2头奶酪。这到深秋了，你跟二女也该好好补补了。补身子倒是其次，妾身的卫生巾用完了。好说呀，为夫再给你多做个10几20个，让你用个痛快，好吧？用了夫君的卫生巾呀，舒服多了。夫人到了。您慢着点，慢着点啊！二夫人辛苦了，您的加餐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回来呢。钱叔费心了，我还有事儿急着要跟老爷说呢。二夫人您忙。二夫人，我让把加餐送到后边去。小侯爷、大夫人、二夫人，娘奶来了。哎，来了。有什么喝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可是现在最有营养的东西了，生津止渴，补气补血，喝了还对你们女人皮肤好。赶紧喝了啊，一人1碗，干了。哎，对，喝呀，像二女那样大口大口的喝。喝呀，再喝一口，你看，哎，都喝完了。好喝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吐奶了，夫人？喝死了！周大夫，他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小侯爷，恭喜小侯爷，贺喜小侯爷！恭什么喜啊？侯爷，夫人有喜了！啊？我儿子只要一落地，就有他奶奶的是个少爷，等将来还能继承我的爵位，成为新一代小侯爷，根本就不愁生计，荣华富贵那都是胎里带来的。夫君，夫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是捷豹队和彪虎队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是本年度最后一场精英比赛，十分的有看头。为什么说十分的有看头呢？因为秦家的捷豹队在以往的赛季里长赢在手，大刀阔斧，作风相当的顽强，从来都没有出过前3甲，而且还曾经拿过质量很高的金牌，那银牌和铜牌就更是不在话下。薛家的彪虎队呢是去年的冠军队，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，技术全面，简直就是我大唐王朝的 NBA。今天这场比赛可谓是上山虎碰到了下山虎，铜锅碰到了铁扫把，鹿死谁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6比16平，赛事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还有最后3分钟啊，应该说还有最后这么一个小香火头的时间啊。别着急啊，再有1个球，冠军非你捷豹队莫属啊！1个球了，哎，要是败给彪虎队啊，我他娘的解散了你们！我喝西北风，你放谁？你告诉你们那个大个别缠球，传呐！大个传球，传中，传给中路的孩子。好，现在由捷豹队的矮子控球，这个矮子非常机灵。我们现在看到他把球打到了边线，球在长波的脚下，这个长波有点笨，向前拖，对，快，你进中间，好，你小子真把球给丢了，哎呀，矮子又接到了球，铲球，好，还是他妈矮子灵巧啊，对，现在大个控球了，大个把球拿稳，准备传，好，推动机注意保护，坦克断球了，好，坦克继续往前，继续往边线，往进去，80米远射。
是真的？周大夫说的，当然是真的啦。以后夫人就需要一个专人照顾了。这作坊也够你忙的，夫君又要兼职做人家的教练，这做了程家的不说，又被秦家拉去帮忙了。哎呀，有我照顾您呢。你我怎么指望得上？作坊的事儿那么多，又要扩大规模，也够你忙的了。那还不是有老四和胡先生吗？胡先生一个老头子哪里方便啊？这老四虽说有心计，但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做事粗粗拉拉的，我可信不过他。她可是您的亲妹妹。亲妹妹又如何？我看不惯她。小侯爷回来了。您是先洗澡呢，还是先用饭呢？饭菜我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您发话呢。这种杂事就不有劳您了，跟平时一样了啊。小侯爷，今天庄上杀了羊，我让他们送过来一只肥的，不知道小侯爷喜欢怎么个吃法？羊啊，羊好吗？弄烤羊串吧。烤羊串？我他妈真没脸，吃烤肉串被撞死了还不忘这一口。可是大唐没有奸商，谁能想到把羊肉切成那么薄薄的小片片，穿起来烤着卖呢？烤羊肉串是怎么个吃法啊？随便做也不一定是烤的，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请小侯爷示下，到底是煮呢还是烧呢？烧煮都行，煮一半烧一半吧。我这就去吩咐。老爷回来了，喊我去前面呢。这土电话还真是好玩，跟前庭商量了之后啊，就更方便了。老爷回来，外客来访，只要外面一摇就什么都知道了，就连吃个饭也不用下人们扯着脖子喊了。那这个怎么分辨呢？昨天我跟二娘子刚定下的，你听着啊，老爷回来呢是叮叮叮叮2声，盛出来呢是3声，秦玉是4声，如果是吃饭呢就5声。以后这铃声一响啊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吴先生，您干嘛呢？侯爷呀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先生请坐。谢侯爷。胡先生最近辛苦了，这花露水作坊里多亏有您帮忙，我还正想找您聊聊作坊里的事儿呢。哎呀，侯爷呀，您言重了，这写写算算呐，本来就是在下犯恩的事情，这何来辛苦之说呀？倒是二夫人的精明强干，令在下的佩服啊！他年纪还小，先生做事老练，他有什么不懂的，还请先生多多提点。账务上的事儿交给先生，那我是1万个放心啊。谢谢侯爷的信任。啊，对了，侯爷，今儿个钱管家来求我一件事情，在下的没敢答应，也不知道当说呢，还是不当说呀。哎呀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但说无妨啊。这钱叔也不是外人，在侯府上效力20多年了，我跟夫人都拿他当自家人一样嘛。有什么难处，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？哎呀，侯爷，您跟夫人真是宽仁厚德呀。你这丫头是越发勤勉了，我看家里家外都少不了你了。夫人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诚心羞臊人家。啊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喊钱叔过来，回头让他上您那儿把银子领了去就行了。至于花露水这件事儿，我看还是免了吧，啊，别再让人骗了去。哎呀，侯爷呀，你真是心疼我们这些老朽，令在下的感激不已呀！你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。那钱叔他人呢？钱管家，钱管家，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小侯爷答应了。谢谢侯爷。钱叔，您快请起，我可受不起。钱叔啊，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就是。其实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前些年呢，我这一直折腾的全府上下鸡犬不宁了。哎，要不是万不得已，您也不会出此下策，让侄儿下海经商啊。其实这生意还真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是，下回注意就行了。回头上胡先生那儿把银子领了去吧。小侯爷的恩德，老朽记下了。
我这就去让他们把那半车魂香送过来。哎，您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您慢着点儿。把这摘仔细了啊。姐夫这个人还真有脑子，也性情。这看着没规没矩的，可就是稀罕。他这影子怎么老在我眼前晃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外面买花露水的人又打起来了。那你去给他们送桶茶水，劝劝他们别打了。这正日夜生产着呢，打也没有用。哎，夫人好，二夫人好，来，快过来，给夫人叩头。谢谢夫人，给夫人见礼了。小侯爷，来，快给小侯爷叩头。谢谢小侯爷大救之恩啊！前次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呐！别磕了，别磕了，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不是，你再磕我就不给钱了啊！来来，快把你那个茴香拿来，我看看。啊。你这是茴香吗？啊。你这根本就不是他妈茴香。侯爷，你叫什么？钱四啊。钱四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根本就他妈不是茴香。侯爷，这是茴香，这茴香有好多种，大茴香、小茴香。钱四送的这叫安息茴香。这他妈是孜然，孜然你们知道吗？啊？什么是孜然？孜然是我的仇家。胡先生，你现在就派人，赶紧把这些孜然给我挫骨扬灰，磨成粉末，越细越好，然后给他送到地窖去，让他永世不见天日。田叔，哎，咱们家不是正好杀了一只羊吗？啊，把那只羊给我片成薄片，越薄越好，穿在竹签子上。快去啊！哦，好，快。怎么了，夫君？有的吃了。